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 Teriana 嘅 YouTube Channel，聖誕快樂！好耐冇見啦，各位。咁如果你有興趣想學識點樣幫自己同埋其他人占卜呢，21天零基礎塔羅挑戰係一個一步一步帶住你由初級去到進階嘅一個塔羅課程，唔需要死記硬背去學晒78張塔羅牌嘅，你將會學識點樣可以令到你嘅直覺更加強啦，同埋點樣將直覺同78張牌去連結，令到大家可以好順暢咁樣去完成個占卜。咁為咗令到大家嘅占卜可以有更加多面向、更加深層呢，我會送一啲 bonus 嘅課程去幫助大家嘅，包括靈擺課程啦、神諭卡課程等等啦。實在太多嘢送啦，講唔晒，咁所以大家自己去睇啦，如果有興趣。咁學塔羅呢，最緊要係實戰啦，所以我亦都新增咗一啲實戰團體課，咁就係俾各位同學互相占卜嘅。咁我會即時糾正翻同學喺占卜過程中遇到嘅問題，確保大家嘅方向係正確嘅。咁如果有興趣可以去我嘅網站嗰度睇下詳情啦。呢一條片呢，主題就係睇下大家喺2026年會有啲乜嘢新嘅轉變啦。咁今次呢，我會用我親手整嘅 organize 嘅能量飾物去俾大家做選項嘅。咁呢啲呢，全部都係用 organize 去做個底。我再喺製作嘅時候額外注入咗啲特定嘅能量。咁如果你有一啲特定想加入嘅意圖同埋能量呢，係可以同你度身訂做嘅。趁我仲喺香港嘅而家。咁如果想買現成嘅呢，就去我網站；如果想訂做呢，就喺 IG 或者 email 聯絡我啦。好，跟住我哋嚟近距離睇下啲選項啦。呢個呢係選項1，月亮石嚟嘅，裏面係睇下有冇感覺啦。選項2，石榴石。跟住選項3，呢個我仲未打窿嘅呢個係粉紅色嘅奧寶啊。選項4，呢個係彼得石。呢啲呢，全部喺我個網站嗰度，你哋都可以揾到，有得買嘅。跟住選項5，呢個係藍晶石。選項6，呢個係紫水晶。OK， 咁呢，我俾啲時間你哋呢，再去睇下啲選項。咁如果你哋準備好呢，就可以去牌組嗰度見啦。Hello， 1號嘅朋友，你哋好。咁你哋揀嘅呢，就係呢一個月亮石嘅一個能量飾物啦。咁呢，如果你哋想買呢一個呢，可以喺我嘅網站嗰度去買嘅。好，咁我哋首先呢，就睇下你最近嘅狀況係點樣先啦。好，1號嘅朋友揀月亮石嘅朋友，最近嘅狀況係點樣？我哋將呢個部分呢，作為一個驗證嘅部分。1號嘅朋友，係唔記得同你哋講聖誕快樂，聖誕快樂啊！1號，好，最近嘅狀況 ，OK， 呢一度有一個 Tower， 雷諾曼卡嘅 Tower 呢，同塔羅係完全唔一樣嘅，所以呢，見到呢一張牌唔好驚。不過其實見到塔羅嘅 Tower 都唔使好驚。好，繼續
最近嘅狀況，最近嘅狀況，呢個係四葉草。好，跟住呢一個係 Crossroad。好，咁呢最近嗱好多可能性啦。咁我講一個有機會係最多可能，即係最大機會發生嘅呢。有機會呢就係最近啦。你係面臨緊一啲選擇，可能有好多 options 去俾你揀嘅。咁而呢一啲 options 呢，可能係同一啲大機構啦、大公司啦、政府機構啦。呢一啲事情係有關嘅，咁冇話好定係唔好啦，即係總之就係有一啲 options 俾你去揀，究竟應該點樣做呢？究竟應該點樣選擇呢？咁我覺得係一號都面臨緊嘅一啲問題嚟嘅。有機會係啲咩呢？可能係工作啦，可能係去第二度啦，應唔應該留喺度，定係去第二度做嘢啦、發展啦。咁而呢一件事嘅，即係而呢一個決定嘅背後，其實就係同一啲大機構有關係，或者係一啲有認可嘅一啲機構有關係。咁我呢度呢，我唔可以肯定係乜嘢關係，因為我呢度淨係得3張牌啦。咁同埋佢亦都冇顯示俾我睇，究竟呢一張呢一個機構啦，佢係屬於一啲學校定係醫院定係其他嘢。咁總之就係同可能政府機構有關係，同大公司有關係。而呢一樣嘢呢，係令到你需要去做一啲決定嘅，即係或者可能入邊間公司、入邊個機構啦，係咪？或者入邊間學校啦，都有可能係做緊嘅一樣嘢嚟嘅。咁但係喺呢一件事裏邊呢，其實你都係擁有一啲好運嘅。你會有一啲係啊，即係靠啲運氣啊。其實我覺得，即係除咗你自己嘅實力啦，OK，除咗你自己本身嘅一啲識嘅嘢之外啦，實力之外，另外其實都係靠一啲運氣而令到你會有咁樣嘅選擇去做咯，即係同一啲你控制唔到嘅嘢係有關係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選擇呢，你做落嘅時候其實係可能都有啲艱難啊，係嘛？因為唔知點揀好嘛。咁呢一個呢，就係暫時係你而家最近嘅一個狀況。咁如果你覺得你真係咁樣嘅情況，可能都中到你7-8成，因為我講唔晒咁多可能性。咁但係如果都可能係中到你7-8成呢，咁你可以繼續聽落去。咁如果唔係呢，就揀過另外一組啦。即係呢一組嘅朋友嘅機會係咩呢？可能見到兔仔，可能好中意兔仔嘅，咁就揀咗；或者本身好中意月亮石嘅，咁就揀咗。但係你嘗試去憑直覺去揀，你睇下望住嗰6粒嘢，6粒飾物，究竟有邊一個係又好似有啲嘢同你講咁樣咯。OK， 好，跟住我哋而家呢，就進入呢一個主題啦，就睇下1號嘅朋友喺2026年即將會發生啲乜嘢轉變。我今日唔可以呢喺你哋面前洗牌，因為呢我唔就手啊，我個電話 set 得太低，部機 set 得太低。好，呢度首先有張魚出現咗。1號嘅朋友，2026年即將發生乜嘢改變？跟住呢個係星星，哇！呢一度我見到有啲咩感覺呢？就係有啲嘢，哇！我覺得其實係幾好嘅能量嚟嘅，但係我睇埋第3張先至再講。好，1號嘅朋友。其實頭先有一張好想出嚟嘅，咁都可以睇埋嘅。有張好想出嚟嘅，我哋擺喺呢一張側邊，因為我覺得佢係呢兩張應該結合睇。好，本身我就諗住睇3張嘅啫，咁佢自己無啦啦想飛出嚟就由得佢啦。咁首先呢，你會有一啲可能錢銀方面嘅一啲流動嘅，可能你會有一啲願望你會達成咗啦。
咁然之後就會令到你呢一個錢銀上面有流動啦。而呢一個願望呢，可能都係要靠你自己嘅實力嘅，即係可能靠你自己嘅一啲 talent 啦。總之我覺得有一種夢想達成嘅感覺嘅，其實呢一度。同埋呢一個夢想達成呢，會令到你帶嚟金錢，會令到你有收穫啊。其實係會令到你喺人際嗰方面、人際關係嗰方面啦，可能係會得到一啲好處嘅。即係我覺得1號嘅朋友2026年呢係會有一個提升，即係比起而家，即係如果你而家係面臨嘅一啲抉擇啊，即係唔知道究竟做好定唔做好咁樣呢，又或者係總之你係要決定一啲嘢咁樣啦。咁喺2026年呢，你會做得到，即係你會成功咯。我覺得呢度有個成功喺度，個能量好好啊，其實好流動啊。我覺得即係你唔會話淨係停喺度咯。我覺得個感覺就係你會唔係叫來來回回啊，而係有一啲嘢可能你錢銀方面好流動，即係可能你嘅投資成功咗都唔出奇啦。咁又或者係你嘅工作方面成功咗啦，事業方面有方向啦，即係你而家嘅你所擔心嘅嘢，或者你揀唔落手，有好多嘢要選擇嘅嘢呢。2026年會 OK 咯，你會揀到咯，即係你會揀啱一條你會成功嘅一條路，我覺得係會做得到嘅。咁佢會幫你帶嚟唔少收穫噶，好豐盛噶，即係錢嘅收穫啦，發揮到你嘅 talent 啦，同埋人際方面嘅一啲收穫。好，跟住呢，睇埋塔羅牌啦，聖誕塔羅，但係都係唔可以喺你哋面前使，完全冇位啊，係。唉，部機 set 得太低，但係因為我想你哋今日見到嗰個聖誕樹。主要我係想你哋見到呢個聖誕樹，所以先至搞到個鏡頭咁樣。下次唔會啊，過咗聖誕節就唔會噶啦。好，唉，好難使我而家，極度唔就手。你哋試下長期將個手臂吊喺，即係由高空咁樣吊喺上面，你就會知道我而家點樣洗牌嘅。哎呀，為咗俾你哋睇到個聖誕樹，真係好大犧牲。好嘈啊！我樓下，我住低層啊，梗係好嘈啊！成日都有人講嘢，成日都有車聲，香港真係，唉，永遠冇辦法靜啊！個環境係1號嘅朋友，2026年會有咩即將發生嘅轉變？真係有機會係工作上面嘅嘢嚟嘅，真係有機會係工作上面嘅一啲轉變，有一啲新嘅開始，一啲新嘅挑戰啊！吓？咦，係喎，頭先 fish 呢一個呢，我講漏咗一樣嘢，2026年有機會生小朋友。因為頭先 fish 其實都係有個咁樣嘅，都少少啦咁樣嘅解釋啦，即係魚就比較多字咁樣咯。咁但係佢又唔 exactly 代表生仔咯。但係總之就係如果咁多張牌咁樣去睇嘅話，真係有機會代表有一部分嘅朋友會代表住會有小朋友啦。2026年可能出世啦咁樣啦，可能而家面臨一個決定啊，係嘛？究竟順產好定係開刀好啊？咁樣咁但係。總之就都唔使擔心啊！呢個我覺得唔可以咁樣喺度答你咯。即係如果你問緊呢個問題，你最好就係客觀衡量，同埋做私人占卜會好啲。好，睇多張先。1號嘅朋友，2026年即將會有啲咩轉變？一個好大嘅轉變就有機會做媽媽。其實係有啲人全部1號牌，除咗中間嗰張，呢個係魔術師。哇，完全係一個新嘅開始，完全冇接觸過嘅一個新開始。但係點解個底牌會係寶劍3？你會有一個新嘅挑戰，
咁如果你真係生小朋友嘅話呢，咁都係一個新嘅挑戰。咁如果你係工作上面嘅話呢，呢個工作將會帶俾你非常豐盛嘅收穫，唔係淨係錢嘅，因為中間皇后嗰張牌佢本身就係可以代表豐盛，你可以用到，都係同頭先好吻合啊，好一致啊，嗰個信息就係可以用到你嘅 talent， 有錢嘅收穫，有滿足感，亦都有人際方面嘅收穫，因為本身皇后都係代表緊呢一啲嘢啦。咁即係如果你係工作啊，即係你做嘅呢件事，你將會有好多嘅收穫啦。總之就係咁，跟住你亦都可以好好咁樣去運用到你本身有嘅資源，去做到你想做嘅事。我覺得2026年對於1號嘅朋友嚟講係一個好好嘅年份，係一個你需要去把握機會，千祈唔好懶惰嘅一個年份。除咗生仔之外啦，生仔你可以休息下嘅，咁但係生仔以外呢，咁我就覺得即係真係可能同工作或者同一啲你嘅決定有關嘅時候，你呢個決定你係會做啱嘅，唔使擔心咁多嘢，你係可以放鬆一下，你會做啱嘅。好，跟住呢，最後睇下有咩建議。聖杯8嘅逆位仲要巢咗，係咁樣擺啦。有咩建議俾1號嘅朋友？2026年嘅建議又係8號牌，錢幣8，禮物啊，呢個係錢幣10。首先呢一組嘅朋友呢，如果呢你而家，我真係覺得你面臨緊一個抉擇啊！你睇下，你個底牌係權杖2，咁如果呢你而家面臨緊一個抉擇呢，咁佢呢度同你講，可能因為實在係兩邊你都唔捨得去放棄，或者呢兩個唔同嘅 options 呢，都令到你有唔同嘅好處，咁所以你揀唔到啊。咁但係如果佢呢度就同你講啦，就係其實你要去捨得去放棄，捨得去放棄呢，你先至會可以得到更多。因為呢一個係聖杯8嚟噶嘛，聖杯8就係一個講緊走緊嘅一個情緒啦，係咪？佢有 action 啦，佢走緊，佢喐緊，佢去尋找佢自己嘅一個內心覺得唔滿足嘅嗰部分，佢想去滿足啦。咁其實可能呢一個本身都係而家你嘅心情，咁但係呢，或者你係唔就係想放棄，但係又放棄唔到嗰個感覺啦，好糾結啦。咁但係佢就同你講呢，其實你要決斷少少啦，即係唔需要去有一個朋友呢，佢同我講嘅一樣嘢，我覺得好好，因為我都成日喺面臨緊我都成日係面臨選擇嘅，經常人生就係充滿選擇嘅。跟住呢，我有個朋友佢同我講呢，佢話其實就係因為你咁多個選擇全部都係好嘅，所以你先至唔需要驚去放棄任何嘅選擇咯。即係你呢兩個選擇裏邊，你是但揀一個都係好噶啦，反正你都會有啲唔同嘅好嘅嘢發生噶嘛。咁所以就算你放棄另外嗰個唔緊要，起碼你揀嘅即係你揀嘅呢一個都會有好嘅事發生。跟住我覺得佢當時講得好好，就係因為兩個選擇都係好嘅，所以你可以放棄是但一個。咁跟住我就即係我成日都會將呢一句嘢變咗一個座右銘，我就覺得當我面臨選擇嘅時候，其實係咪都係好，不如就忠於自己揀嘅嗰一樣嘢。咁呢一度俾你嘅 advice 就係，即係宇宙俾你嘅 advice 就係決斷少少去即係而家你好多糾結噶嘛，咁但係決斷少少，因為2026年呢已經係 guarantee 咗，就係你一定係好嘅，同埋就係呢，可能唔係每一樣嘢你都可以自己去控制到啦，即係有時可能會牽涉其他人嘅，唔係下下都會係自己控制到。咁可能好好去利用其他人俾到你嘅一啲資源，去做一啲你想做嘅事。咁就唔使自己一個人呢，好似自己一個人埋頭苦幹咁樣去捱得咁辛苦啦。
總之就係呢，2026年其實係唔錯嘅一年嚟嘅。咁但係嗰個問題呢，就係在於係你自己心大心細，唔知揀邊一樣嘢好嘅。呢一個問題啫，即係你個問題就係喺呢一度啫，唔知揀邊樣嘢好。好啦，咁就祝福你哋啦，1號嘅朋友，咁恭喜你哋先，因為你哋2026年係幾好嘅，我都要見到好豐盛嘅一年嚟嘅。好，咁就如果想揾我做 personal reading，或者係學塔羅呢，咁你哋可以喺我網站嗰度揾我，咁就覺得我幫到你嘅話呢，就 CLSS 我呢一個 channel 啦。好啦，下次再見啦，1號，拜拜。Hello， 2號嘅朋友，你哋好。咁你哋揀嘅呢，就係呢一個石榴石啦。咁如果有學 Reiki 靈氣嘅朋友，應該知道呢一個乜嘢符號啦，係咪？不過我希望你哋靠直覺去揀嘅，唔係因為覺得哇好靚，跟住純粹就係覺得靚，然之後就揀咗。好，咁呢，而家就先聖誕快樂，聖誕快樂，2號嘅朋友。好，咁而家呢，先嚟睇下你哋而家嘅狀況係點樣先。我哋將呢一個部分呢，作為一個驗證嘅部分。書本 book 近少少啦，俾你睇下呢一副牌好靚啊！哇！樓下個小朋友超級嘈啊！好，跟住呢個係老鼠。我呢度成日都好嘈啊！自從返咗嚟香港之後呢，我唔知你哋有冇發現我啲片嘈咗好多，即係唔夠以前喺歐洲嗰陣時呢，嗰啲環境好靜，有人聲有車聲咁樣。2號嘅朋友，而家嘅狀況，我諗呢，最近2號嘅朋友呢，其實可能正在學習中啦，可能係有一啲知識上面嘅嘢呢，想去增加，想去增進。增長去成長，就係學嘢嗰方面去係咯，即係可能讀書啊，或者就算唔係讀書呢，可能都係總之學緊嘢咁樣啦，可能學緊好多嘅嘢咁樣啦。咁喺呢一啲學習裏邊呢，我覺得而家個狀況你係比較有一啲 stress 嘅，即係有一啲壓力㗎。其實而家嘅學習裏邊，不論係一啲真係學校裏面嘅學習，定係你自己平時想學多啲嘢嘅嗰種學習啦，我覺得都係見到有一啲壓力喺度，自己俾自己嘅壓力有機會係咁而呢，你可能學嘅嘢呢，有少少比較 random， 即係一種好似係咪由頭學到落尾都係嗰樣嘢呢？我就覺得未必一定係嘅，有一種雜嘅感覺呢一度，雜亂嗰個雜，但係唔係講緊你亂，係雜嗰個感覺，即係就係可能你學緊呢樣嘢，又學緊嗰樣嘢，跟住學緊好多唔同嘅嘢，即係有可能係咁樣。咁所以呢一度呢，就會我覺得係唔知壓力係咪嚟自呢一度啦。咁但係總之我見到嘅就係你學緊好多唔同範疇嘅嘢，或者係同一個範疇，但係佢分開好多樣嘢。即係例如可能你學緊一啲神秘學嘅嘢嘅，可能你又學占星，跟住又學學魔法咁樣，跟住呢，又可能又學下一啲可能 SRT， 跟住又學 Reiki， 即係總之你會學嘅一啲唔同嘅嘢咯，即係可能同一個範疇唔同嘅嘢，或者甚至乎真係唔同範疇，因為太多可能性講唔晒吓。呢個得3張牌，要講咁多樣嘢，講唔晒咁多，唔知道你本身即係而家面臨緊啲乜嘢。但係我類似見到嘅呢，就係咁樣嘅嘢啦。咁總之都係同學習係有啲關係嘅，靜靜地學習咁樣有啲關係。
學嘢，我諗本身你都係一個好中意學嘢嘅人咯，我估。不過容易緊張咯，即係如果呢一個學習係會為你造成緊張，我諗都真係幾緊張。好，咁跟住呢，如果呢一度你係覺得都中到你7、8成，咁你可以繼續聽。如果唔係嘅話呢，就可能你出去揀過另外一個飾物啦。可能呢一個你純粹覺得佢見到個符號中意佢，所以入嚟。咁或者你去出邊睇下有邊一組係你覺得嗰個石呢嚿嘢係同緊你去講嘢，你覺得你喺嗰啲你覺得你會喺嗰個組嗰度攞到一啲信息嘅，咁嗰一組先至應該係啱嘅。好，2026年2號嘅朋友，即將會有啲乜嘢嘅轉變？會唔會同讀書有關係呢？唔知道。好，呢一個係哇，呢一個呢係山啊，代表住呢重重阻滯嘅一張牌。唔緊要，有得解嘅，有得解決嘅。我哋再睇2號嘅朋友，2026年將會迎嚟乜嘢嘅改變，乜嘢嘅轉變？好，跟住呢個呢就係船啊。2026年嘅朋友即將迎嚟乜嘢轉變？2號2026年啊，2026年你將會做啲乜嘢事呢？點解會咁嘅呢？我就覺得呢，有機會係咩呢？如果你係將會出去海外讀書或者點都好啦，總之去海外啦。咁呢就要小心，其實應該你都係困難重重，你會遇到好多問題嘅。即係去到一個外國，唔代表你嘅一切都會好順利。你可能預咗一定係會遇到好多唔同嘅一啲阻滯，你需要去兜路行下咁樣咯。即係唔好橫衝直撞咯，即係要兜路行。因為呢一度我覺得有一啲海外嘅跡象嘅。咁同埋呢，就係要小心交通嘅問題。呢個都係要小心交通嘅問題，即係可能交通方面都會比較容易遇到一啲問題，唔一定係一啲身體嘅損傷，但係可能係其他嘅問題，可能有一啲嘢呢會有 delay， 即係如果你申請緊一啲嘢，因為我集合翻你頭先嗰個現狀去睇嘅話，如果你申請緊一啲例如讀書嗰啲嘢，可能會 delay， 未必一定可以咁準時咁樣去收到嘅一個通知啦。咁同埋呢，如果你去海外去讀書或者你去海外啦，總之我覺得你要萬事小心咯。即係可能你喺情緒上面啦、身體上面都要 keep 得自己個狀態係 fit 啲啊。其實因為可能你將會面對好多嘅嘢。好，咁我哋唔好咁灰。OK， 我哋睇下，因為山呢一個障礙係有得去改變嘅，即係你要爬上個山嗰度，經過重重嘅障礙，但係你可以兜路行嘅，係咪可以行下邊咁樣上去？好似有啲唔 make sense 嘛，行下邊上去。但係總之山嘅呢個牌啦，係可以嗰個困難係可以去解決嘅。其實我而家唔想問塔羅牌住，因為我其實想睇下你可以點樣解決。不如我哋而家先睇咗你可以點樣解決先咯，好唔好啊？我哋即係 be flexible。雖然我本身係諗住固定咗係抽3張，但係因為我覺得2號嘅朋友2026年面對嘅轉變可能比較辛苦啲，所以我想再抽多幾張睇下究竟會點。有啲咩解決方法？我係想知道有啲咩解決方法去面對到呢一啲障礙嘅時候。首先我真係覺得呢一個牌組嘅人可能真係去讀書啦吓，咁好多可能你嗰個困難係嚟自於讀書都唔出奇，或者嚟自於去到遠方嘅生活咁樣咯。咁如果你要解決嘅方法呢，我覺得有幾樣嘢啦。第一呢，就係可能你需要去
出去。可能要揾人幫下手，可能要出去識多啲人，或者你要將你個困難同人講，咁就可能會多啲人可以幫到手，即係可能你要將你呢個困難呢傳播開去，咁跟住就可能會多咗人可以幫到手。例如你去到一個新嘅地方，你想揾工嘅咁樣，咁你就要周圍同你講你想揾工啦，就唔好自己淨係自己喺個求職嗰啲 app 嗰度揾，係要同人哋講，總之傳播開去、散播開去咁樣去揾啦。咁跟住就係可能要增進多一啲嘅知識，會令到你嘅困難呢係會可以容易啲去解決。雖然呢，其實我覺得要增進知識呢一樣嘢呢，成個過程係比較慢啲，即係唔係話有一啲嘢你睇完本書你就學識咗噶嘛。即係如果你冇 output，你冇經過你自己嘅腦去 process 啊，你冇經過 output 啊，經過內化，其實嗰樣嘢未必你一定可以學識。但係我相信嚟緊嘅呢一年呢，你所作出嘅決定啦，如果你真係去海外啦，咁其實你會面對好多 challenges， 但係呢啲 challenge 可以經過你會令到你學到好多嘢先，首先咁，同埋你都要主動去學一啲嘢，主動去學一啲嘢去解決你眼前會遇到嘅問題。如果你係要去有一啲知識方面你要增長先揾到錢，咁你就去增長嗰個知識。如果譬如有一啲嘢你需要學咗嗰樣嘢先至可以去解決一啲問題，咁你就去學嘢。即係總之就係有呢一方面嘅信息喺度，我係見到。好，跟住我哋睇下塔羅牌2026年即將迎嚟嘅轉變，我哋再攞多啲資訊啦。2026年即將面對嘅轉變，2號嘅朋友。哎呀，跌晒！不過呢，喺跌晒嘅時候呢，我就見到有2張牌飛咗出嚟，呢一個同埋呢一個，2張都係錢幣牌嚟嘅，正位嘅錢幣3同埋逆位嘅錢幣10。再抽多張睇下先。2026年2號。面臨嘅轉變，哇！我真係覺得你去海外咯。呢度有張寶劍6啊，呢張呢寶劍6，佢雖然係 show 緊一架車，但係佢本身呢Rider Waite 佢係 show 緊嘅係一架船嚟噶嘛。一個船，跟住呢，你後邊呢度其實2026嗰個狀況都係有船喺度，所以我覺得呢一組嘅朋友都幾大機會，或者幾大部分嘅人呢，係同海外有關係啊，嚟緊發生嘅事。咁而喺海外會遇到唔同嘅一啲問題，我覺得係咁會令到你可能覺得個錢方面用多咗，因為有張錢幣10嘅逆位，我覺得係一個本身比較固定嘅一啲可能根基上面嘅嘢，即係可能你本身做緊嘅嘢。你會得返好少，又或者係會有動搖，即係你本身做緊嘅一啲工作啊，一啲已經固定嘅屋啊，或者點啊，即係總之會得到一啲動搖，同埋可能屋企人嗰方面都會有啲變化嘅，喺2026年，即係同你去海外有關係。咁不過我諗好彩嘅呢，就係你仲會爛船都有3根釘，佢真係3根釘，因為呢個係錢幣3，真係會有3根釘，所以我覺得你會可以解決到嘅嗰啲問題，可以得到解決，同埋可能可以遇到其他人去幫助你去解決。你要識多啲人啊，去到新地方，咁可能有啲人可以幫助你去解決，因為不論係錢幣3定係寶劍6啊呢啲牌啦，咁我都覺得係，再加上我出邊救護車嘅聲音，我都覺得呢一組嘅朋友去到海外要靠朋友，出外靠朋友，靠鄰居，靠同學，靠同事，靠人，唔可以完全部都係自己解決啊呢一度。好，跟住之後呢，我哋抽啲建議牌啦，好冇？2號嘅朋友，宇宙咩建議俾2號嘅朋友？
Justice 嘅逆位，睇下先。呢個小朋友佢望住呢啲嘢食，咁唔開心佢個樣。有箱跌咗落地下。唉，OK， 錢幣7，唔可以坐以待斃啊！其實我覺得呢一組嘅朋友又跌咗啲咩落地下？哇！點解要跌落地下嚟同我講呢？即係點解啲牌要跌落地下嚟通知我？不過頭先嗰個唔係牌嚟嘅，另外一樣嘢。呢一組嘅朋友呢，嗰啲牌呢，成日跌落地下。好，跟住係 Knight of Gifts 嘅逆位，呢個係建議牌嚟嘅。跟住個底牌係權杖6啊，我見到底牌係權杖6。好，由於呢一組嘅朋友啲牌呢，就成日都跌落地下去提醒我，我覺得你哋嘅靈魂嗰個層面有機會係好中意挑戰啊，即係你哋好中意用一啲挑戰啊、失敗啊，令到自己嘅靈魂有所成長。我諗你要多啲同自己講，唔需要經過咁困難嘅嘢，你都可以成長嘅。OK， 你要成日去 educate 你自己，即係唔需要經過呢啲跌跌碰碰都可以成長。去教育下你自己嘅靈魂，好冇？多啲同自己講呢一樣嘢。咁而事實上亦都唔需要經過咁多咁艱辛嘅 obstacles， 嗰啲山啊，嗰啲去成長嘅，唔使咁辛苦咯。可以有少少，但係唔使咁辛苦咯。咁呢，呢一度啦，俾你嘅建議啦，就 Justice 逆位、Seven of Gifts 嘅逆位同埋 Knight of Gifts 嘅逆位。咁我諗係幾多嗰種錢或者物質方面嘅一啲消耗，我覺得呢一組。咁而佢呢一度就同你講啦，其實有時啦，唔好太去計較一啲嘢，即係如果同人喺合作嘅時候呢，唔好太去同人計較邊個付出多，邊個付出少。擺低呢一種一定要公平嘅心，即係呢一組嘅朋友可能好中意去講求公平，可能大家譬如同朋友合作嘅時候啦，可能會好中意去大家分工合作去做好一件事。我俾咗10，你都要俾10；我俾100，你都要俾翻100。咁但係佢呢一度呢，都有咁樣嘅提醒意味嘅，就係或者唔好太去執着於表面上嘅呢一啲分工合作啊，究竟邊一樣嘢人哋會做多啲，邊一樣嘢自己做少啲。其實去到第二度係互相幫忙，同埋有時你睇唔到，即係有時究竟點解今日咁多救護車嘅？唔係有火燭啊！我真係有陰影啊！我真係前排睇嗰啲新聞，我真係完全係陰影。我而家一聞到一啲燶味，我就好緊張。好 anyway 啦，咁呢就係啦，即係就提醒緊你啦，就係有時表面上面可能你會覺得佢呢樣嘢對佢公平，對你唔公平，但係其實唔係嘅。宇宙之中呢，冥冥之中係自有主宰，佢會還翻一啲你所付出嘅嘢俾你嘅咁樣咯。因為呢張牌本身都可以講嘅係 karma 啊嘛，咁即係佢有咁樣嘅意思喺度啦。咁同埋我覺得呢一組嘅朋友係唔可以再坐以待斃，即係可能而家你嘅資源有一個不足嘅情況，即係唔係話你食唔到飯，唔係話開唔到飯定係住唔到，而係你要去完成你2026年嘅目標嘅時候，你會覺得啲錢唔夠用，你會覺得資源唔足夠，所以呢一組嘅朋友要喐啦。即係如果你覺得你停留得太耐，喺而家原點停留得太耐，其實係要喐啊，要積極啲去攞多啲資源，盡量喺呢段時間攞多啲資源，即係賺多啲資源翻嚟，賺多啲錢翻嚟，又或者係去到新地方之後，盡量去賺多啲錢翻嚟，唔可以俾自己一直咁樣消耗，因為咁樣會令到你好驚，好冇安全感。咁底牌係權杖6，我覺得呢組嘅朋友都可能需要有時要放低少少一個自尊心啊，可能去揾人去幫忙啊。呢一組朋友2026年加油，因為我覺得真係有唔少嘅挑戰。
好啦，咁呢一個呢，就係俾2號朋友嘅一個 short reading 啦。我唔知 short 唔 short，因為我睇唔到個時間。咁如果你哋覺得有需要呢，咁可以揾我做 personal reading 啦。咁樣想學塔羅都可以喺我網站啦，全部嘢都喺我網站啦。同埋想買呢一啲飾物啊，即係呢一啲係有能量嘅。因為我親手整，我整嘅時候其實我入咗能量落去，完全保證佢係 positive 嘅。咁如果想買呢一啲呢，咁你哋就可以去我個網站嗰度啦。咁如果覺得我呢個 channel 幫到你哋，都可以 CLSS 啦。下次再見，拜拜。Hello， 3號嘅朋友，你哋好。咁你哋揀嘅呢，就係呢一個粉紅色嘅蛋白石，亦都係澳寶，未釘窿啊。所以我唔知道佢會係一個乜嘢飾物，有可能係掛喺袋嘅，有可能係鎖匙扣，亦都有可能係吊墜。好，咁我哋首先睇下呢，你而家嘅狀況，3號嘅朋友而家嘅現況係點樣？狗仔，書，3號而家嘅現況 Crossroads。首先我覺得3號嘅朋友可能面臨緊一啲選擇啦，可能面臨嘅一啲選擇啦，有啲部分。咁另外呢，就有啲部分係可能最近有一啲朋友，而且嗰個朋友呢，可能有選擇困難，亦都可能係一個充滿知識嘅朋友喺你身邊，對你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幫助嘅，俾到你一啲實質嘅幫助，或者佢唔係朋友，或者可能係屋企人，或者可能係下屬。咁樣啦，即係總之就係一啲知識型啦，好幫到你手嘅一啲人嚟嘅。最近有貴人啊，我覺得。咁但係呢個人可能佢都俾咗好多唔同嘅意見你啦，跟住令到你其實係有啲選擇困難，或者佢本身因為佢本身都選擇困難，可能同你分析晒所有嘢之後，最終你都係唔知點樣揀嘅。有啲路係有機會係咁樣。差唔多係咁，呢個係一個 short reading。咁如果3號朋友覺得呢一度中到你7-8成，咁你可以繼續聽。咁如果你覺得唔中呢，咁就可能你實在太沉迷呢一個心形嘅粉紅澳寶啦。咁你可能再揀其他嘅可能會啱啲，因為呢一個比較靚，我覺得呢一組都比較多人揀。好，如果你想買呢一個呢，你就可以去我嘅網站。唔係好貴嘅，就100幾蚊嘅就呢啲嘢。好，睇下3號嘅朋友2026年即將會有啲乜嘢新轉變。唔記得收翻呢3張。好，睇2026年即將會有啲咩新轉變。Lily， 星星，呢個係一個男人。好，跟住呢，我再睇埋呢一個先。我覺得呢一組嘅朋友呢，同男性非常之有關係。一係呢，就係你自己本身係一個男性，一係呢，就係你喺2026年你即將遇到嘅就係會有一個男性。有可能係你嘅伴侶，有可能係你嘅貴人，有可能係一啲朋友，唔知。總之就係有機會有一個比較重要嘅男性會出現喺你嘅身邊。咁呢個男性呢，可能佢嘅年紀係比較大嘅。呢度我見到好多年紀大啲嘅男性嘅跡象。咁所以我諗應該唔係你，我諗應該可能係你身邊有咁樣嘅人啦。而佢嘅出現呢，佢有機會可以
俾到一啲好處理嘅。咁不過呢，佢個性格上面呢，我覺得比較因為佢大年紀一啲啦，所以佢可能有一啲 controlling 啊，即係控制欲啊。我覺得呢個人，咁佢可能係你嘅另外一半都唔出奇嘅。即係如果你而家係單身，咁可能你就會遇到一個咁樣嘅人，去令到你脫單噶啦。咁亦都有可能係長輩都唔出奇，因為我覺得佢年紀比較大，咁所以可能呢一組朋友都可能會遇到一個長輩。但係佢對你有啲幫助嘅，其實，但係嗰個幫助係咪好實質上面嘅幫助呢？我又覺得兩睇啦。有啲朋友係實質幫助，有啲朋友唔係，即係可能純粹佢係俾你一啲指引啊，去教下你啊，指引下你啊，究竟應該要去點樣做嘢，或者點樣去決定一啲嘢。頭先我咪話你可能面臨緊一啲options 嘅一啲或者一啲選擇嘅。咁2026年你會可能因為呢一個人而你會可以選擇到落嚟啦，而定到落嚟啦。咁因為佢可能俾咗好多唔同嘅 advice 俾你啦。咁又或者呢，如果你選擇緊嘅係由兩個人之間去選擇，我相信你選擇嘅應該係要年紀大啲嗰一個嘅，應該要揀嘅。2026年你揀到嘅應該係年紀大啲嗰一個人嚟嘅。呢度真係好多咁樣嘅信息咯。其實即係呢一個係個男人啦，呢個係老嘅老啦，跟住教皇又唔係後生，係咪？呢個 Holy King 又唔係後生，即係總之就係好多呢個年紀大成熟嘅男人嘅跡象啦。呢一度實在太多啦，不論係雷諾曼卡定係塔羅牌都係 show 緊一個咁樣嘅嘢俾我睇緊。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信息太明顯啦，我唔可以唔講。咁我覺得呢個人對你嚟講應該幾重要啦，因為出現咗咁多次，而佢應該喺你生命中佔咗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嘅。但係我唔知佢係邊個，可能係你阿爸都唔出奇。我覺得呢度都有阿爸嘅影子，係咯，即係可能你阿爸或者你阿爺或者你阿公，總之可能係或者你阿叔，總之就係一啲長輩。好，跟住我哋再睇下。咁出現咗呢個人啦，俾到啲 advice 你啦，咁又會點呢？咁我哋呢一個可以睇多少少，因為呢一度只不過不斷提醒緊我有個人。哇！聖杯二，我覺得你哋呢一組呢，出現嘅呢一個人呢，有機會就係你哋嘅另一半都唔出奇，或者同你哋合作。但我覺得呢張牌都其實都可能話咁俾我聽，就係一段愛情關係㗎，有可能。即係總之大年紀成熟啲嘅，咁唔怪得你會揀呢個心形啦，唔怪得你會揀呢一個啦。呢個你都可以買翻去許願愛情嘅願望。即係我冇用啲好普通嗰啲石，例如粉晶啊嗰啲，我用嘅係粉紅蛋白石。你哋詳情可以睇翻個網站點樣介紹佢，但係總之就係幫助人際啊愛情嗰方面。好，咁就可能係一段愛情關係啦。OK， 然後咁就恭喜你哋啦吓。如果係單身嘅就真係恭喜你哋。好，跟住睇下有咩建議俾3號嘅朋友啦。唔好意思，呢個係一個 short reading。如果要詳盡又對應你一個人嘅占卜呢，就請喺我網站 book personal reading。使唔使咁多張呢啲啊 ？Father 呢個你睇下呢度寫住乜嘢 ？Father Christmas。雖然佢係隱士，Father Christmas。OK， 好，有啲咩建議俾3號嘅朋友？Three of Candles， 咁咩嘅？呢一組有冇朋友經歷緊3個關係？我想問。哇！如果係經歷3個關係呢，咁就可能要放手啦。可能如果你係經歷緊3個關係嘅話呢，咁對方可能係一個有家庭做緊阿爸噶啦，咁樣都唔出奇。好，我而家想睇唔係3個關係嗰啲3號嘅朋友啊。好，有啲咩建議？Nine of Candles， 我覺得有啲嘢真係要放手。
呢一度呢已經俾咗唔同嘅一啲係同放手 let go 有關嘅牌俾我啦。咁呢一組嘅朋友，如果你哋而家係揸實咗啲嘢唔去放手，即係太固執、太執着嘅話呢，咁宇宙係建議你哋係放手，唔好再去執着一啲你哋，即係唔好再太過固執或者太過鑽牛角尖。有好多張牌啊，好多張牌都係咁樣講。跟住就，死！我真係覺得呢一組係有啲三角關係喺度。如果係咁嘅話，頭先呢，我講緊嗰啲大年紀嘅男人呢，都應該唔係大年紀，而係佢係一個阿爸咯，唔係大年紀。因為好多解釋啊，其實啲牌真係好多解釋噶。一張牌可以代表9萬樣嘢噶，唔該。咁所以有時。我覺得大眾占卜真係好難做嘅，其實所以咁 anyway 啦，總之就係遇到一啲咁樣嘅男人，或者有機會就係你2026年會陷入一段關係裏邊，而我覺得你要小心嘅呢，就係呢一段關係你要去 investigate 下，唔知道對方係唔係有家庭啊，有小朋友啊，即係三角關係啊咁樣，你要小心去 investigate。咁萬一真係呢，咁就要果斷離開咯，如果唔係就會造成更加多嘅傷害咁樣。咁呢個係3號朋友嘅 reading， 小心啲啦。總之如果有需要揾我做 personal reading 啦，咁或者可以喺我網站登記嗰啲免費占卜啊嗰啲啦，我網站有嘅。係咯，呢度真係有我頭先講咗 anyway 啦。咁總之就係如果想學塔羅都係啦，喺我網站。如果想買呢啲產品都係我網站。如果覺得我嘅 channel 中意我 channel 嘅話，支持我繼續做落去嘅，就請 CLSS 我個 channel 啦。下次再見，拜拜。好，跟住呢4號嘅朋友，你哋好 ，Hello， 你哋揀嘅係呢一個彼得石星星，好有質感啊！呢一個好啦，如果詳情你想知道佢有咩用啊嗰啲呢，你去我個網站嗰度睇翻啦吓，我唔喺呢一度作太多嘅介紹。好。咁就先睇下4號嘅朋友有啲乜嘢現況係點樣樣啦。講明先，咁呢個係一個大眾占卜，未必一定可以對應晒所有人啊吓，好多情況同埋我要同大家講聖誕快樂，我唔記得咗。Key 4號嘅朋友最近狀況係點樣？男人4號朋友最近嘅狀況，哇暈好咁呢。我諗呢4號嘅朋友呢，應該最近其實係有啲迷茫嘅事情發生嘅。咁有一啲嘢呢，唔係話真係咁明顯可以睇得到，究竟有啲乜嘢嘅好即係唔係睇得好清晰啊咁樣啦，唔係睇得好清晰啊。咁可能有一個人嘅出現啦，可能對象係男人啦，咁而佢嘅一啲嘢呢，可能你睇得唔清晰，即係可能佢究竟有冇家庭，有冇老婆，有冇另一半呢樣嘢，你睇得唔清晰，有機會係咁啦。另外就係有機會係有一啲關鍵啊，有可能有啲關鍵人物啊，有啲事情呢，有啲關鍵嘅嘢發生咗，而嗰個關鍵嘅嘢呢，你都唔係睇得太過清晰，即係總之就係有一啲好 confused 嘅事情發生啦。其實係咁，所以呢，最近咁唔怪得你會入嚟睇下會唔會有啲咩轉變啦，係咪？即係喺2026年呢一件事，一啲咁令到你 confused 嘅事，究竟會唔會有一啲咩改變？係咪？我覺得一係就係你自己係個男人，一係呢就係你真係遇到一個咁樣嘅人，而令到你好 confused 嘅。而且係一個好關鍵嘅一個人嚟嘅。咁我哋睇下2026年4號嘅朋友會有啲咩轉變。咁頭先嗰個驗證部分，如果你覺得係對應唔到嘅呢，咁你哋可以出去揀其他牌組，對應到嘅就可以繼續聽。2026年會有啲咩轉變？呢個係狐狸，真係小心啲啊！你哋小心啲啊！2026年即將會有啲乜嘢轉變？即將會有啲乜嘢轉變 ？Lily，
好，呢個係 cross。我相信你哋係覺得而家有啲事係困難重重嘅，我覺得。咁如果2026年會有啲咩轉變呢？咁就係我都係覺得要非常小心，因為可能呢，嗱，中間嗰張狐狸呢，其實佢真係講緊可能有啲小人出現啦。而嗰個小人呢，佢可能係同有咩事呢？可能同宗教有啲關係，可能有啲神棍啦、佛棍啦，唔知咩棍啦，總之就係可能同一啲比較 tricky 啲、比較呃人啲嘅一啲人會出現，一啲小人會出現都唔出奇。2026，所以呢度提醒你要小心。咁而嗰個人呢，表面上佢睇落呢，可能個人係好 peaceful 嘅，同埋佢年紀可能比較大啲，咁所以佢睇落呢，哇，好似好有身份地位咁，係嘛？又有嗰個宗教嘅嗰個光環啦，跟住又年紀比較大啦，即係睇落好似好 peaceful 咁啦個人，但係事實上呢，可能佢唔係太信得過嘅，佢講嘅嘢你唔可以盡信，即係可能有啲咁樣嘅跡象。所以呢，2026年嘅你要小心呢一樣嘢。咁如果你而家譬如經歷緊一啲可能係工作上面嘅一啲嘢啦，咁樣咁都係要小心。即係總之，不論係任何方面、愛情方面、工作方面，邊一方面都好，都係要小心。咁都係同一啲好 tricky 嘅嘢有關係嘅，而且係同一啲即係嗰樣嘢，我覺得對你嘅影響好大啊。其實係即係可能定咗落嚟就好難去改變有啲嘢，咁所以真係要小心啲，或者你要用一啲，或者你可能唔夠人奸，咁可能人哋太奸，咁樣就會好容易俾人呃咁樣咯。工作上、愛情上都係，生活上都係。好，2026年4號嘅朋友會有啲乜嘢即將迎嚟嘅改變？有個 King of Gift 嘅逆位，所以呢個真係要小心。就係可能呢一個人嘅出現，可能佢本身會唔會同做生意有關係？佢會唔會係一個生意人？跟住呢，就你關於一啲錢嘅嘢，又或者係佢表面上好似係一個好有錢嘅生意人，好似係一個哇！即係簡直 blue blood 啊，皇室成員啊，即係好似咁樣。咁但係其實原來係虛有其表嘅。咁呢啲要小心，小心騙案。好，跟住係呢一個酒杯8嘅逆位，聖杯酒杯8嘅逆位。哇！呢張喂真係小心啲喎，可能呢喺愛情嗰方面有一啲咁樣嘅事發生，即係可能會有啲人出現，而佢係一啲虛有其表啦，表面上好似好好，但係原來唔係啦，嗰啲咁嘅情況出現，而且佢可以好 tricky 啦，所以佢會呃得到你啦。咁呢啲要小心。如果真係咁嘅話呢，就要果斷放棄，就唔好同佢糾纏太耐，或者停留喺呢一個位太耐。呢一樣嘢真係要小心，咁同埋工作都係，即係如果佢係漏你合作嘅，咁呢個都係唔可以合作。即係總之係2026年可能會有一個咁樣嘅人出現，咁要萬事要小心，又或者你會容易啲有呢一方面嘅嘢發生，即係可能容易受騙啊，所以要小心。OK， 要記住呢樣嘢，要小心。好，跟住睇下有啲乜嘢建議俾你。雖然我頭先不斷喺度講緊建議噶啦。聖杯9，跟住係呢一個 Knight of Kings， 4號預售咩建議俾4號嘅朋友？哇，好靚啊！呢個聖誕樹。呢個不過佢係逆位出嚟嘅，星星好靚啊！哇，呢張勁靚，聖誕快樂啊各位4號嘅朋友。好，咁呢，有咩建議？咁首先呢一度呢，就係如果呢一個人出現，佢不斷喺度俾好多甜頭你，又或者係有一啲咁樣嘅事件發生，總之就係一啲可能容易受騙嘅情況啦。咁呢，其實你要問下你自己嘅心啦，即係呢一樣嘢會唔會真係可以令到你覺得滿足？
即係其實係要知足啦，我覺得。咁係咪真係可以令到你覺得你嘅生活係因為咁樣而會變好咗？又或者呢一個人，你要問下自己嘅直覺，呢個人佢出現嘅時候係咪令到你覺得個心係舒服嘅？咁如果係嘅話呢，咁呢個就可能信得過。咁但係如果唔係呢，咁你就要自己小心啲，可能就要盡量去遠離嗰個人啦。咁跟住呢，就係多睇下呢張先。呢個 Kings 係寶劍嚟嘅，呢個係寶劍。寶劍騎士嘅逆位。OK， 小心啲，唔好咁衝動啊，唔好喺度橫衝直撞，唔好太衝動，事事都要去衡量下唔同嘅一啲 list 出嚟，list out 一啲好處同唔好處，咁跟住就再去決定，即係要理性去決定，唔好太過，同埋理性。但係睇理性之餘，亦都要睇自己感覺，就係究竟呢一個人嘅出現，佢對你問下自己嘅直覺、潛意識，你問下自己嘅直覺，即係呢個人會唔會俾到一啲唔好嘅氣場俾你，唔好嘅感覺俾你咁樣。咁同埋呢，唔好對於一啲事情呢存在太多嘅一啲虛幻嘅幻想，要盡量去貼地啲，即係唔好太過離地，因為嗰啲人呢出現嘅時候，可能會俾一啲好好嘅甜頭俾你哋，咁所以呢樣嘢呢都要小心啲嘅。好，咁呢個呢就係俾4號嘅一個 short reading 啦。咁如果有興趣想學塔羅，學下點樣去解牌啦，同埋買一啲產品啊咁樣啦，或者係揾我占卜啦，都可以喺我嘅網站嗰度揾我。咁如果覺得我呢個 channel 幫到你呢，亦都可以 CLSS 我個 channel。咁下次再見啦，拜拜。Hello， 5號嘅朋友，你哋好。咁你哋揀嘅呢就係呢一個藍晶石嘅吊墜，知唔知道呢個乜嘢符號呢？學 Reiki 嘅朋友初學已經識噶啦，咁就唔喺度講太多，你哋自己去我個網站度睇啦。佢有一個強大嘅作用嘅。好，今日睇下5號嘅朋友，而家你哋嘅現況最近嘅狀況係點樣先？OK，Ship、Lily 同埋雲啊 ，Clouds 啊，最近有一啲事情係比較有少少模糊不清嘅，有一啲事情呢會令到你覺得有一啲 confusion 嘅。咁呢一樣嘢，我諗都係要小心啲。我覺得2026年會唔會係有啲咩大事發生啊？點解我佔咗咁多個牌組，而家已經嚟到第5個牌組，仍然都係不斷咁樣提醒人小心啲、小心啲、小心啲。哇！差唔多每一個組別都係叫人小心啲、小心啲、小心啲。即係我諗2026年好多嘢發生啊，應該會。咁呢可能有一啲比較已經好耐存在咗好耐嘅一樣嘢呢，會有一啲改變。咁而嗰個改變呢，會令到你覺得好唔係太舒服啊，可能嗰個感覺係會有一少少唔舒服啦。咁有機會呢，係同交通啦、同海外啦呢啲都有關係嘅，可能同旅行啦呢啲都有關係，但係旅行比較少數啊嚇。我覺得可能同一啲出國留學或者係移民呢一啲嘢都有啲關係。而嗰個而呢一個事件呢，係會 cause 好多 confusion 嘅，即係令到你覺得好迷糊、好迷茫，好似冇一啲望得好清晰嘅感覺咁樣。咁即係我覺得係而家你最近嘅狀況啦，可能你喺度諗緊呢一樣嘢，又或者係為咗自己嘅退休生活擔心啦，都有可能嘅，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即係唔好意思，因為真係冇辦法，呢一個得3張牌啦，咁同埋又形容緊咁多人啦。咁如果你哋係有需要揾我做個人占卜嘅話，就網站啦，真係對應唔到。咁所以如果呢度有少少你覺得都係嘅，都係咁樣嘅，嗰個能量差唔多嘅話呢，你就可以繼續聽。咁如果唔係嘅話呢，就可以揀個另外一種。哇，分唔到心喎。好，
咁就睇下你哋2026年會有啲乜嘢即將嘅嚟到嘅轉變啦。2026年即將會發生咩轉變？哇 Ring， 唔好咁開心咗，我哋睇埋其他嘢先，睇埋其他兩張牌先。四葉草。好，如果呢，拍緊拖嘅就有機會2026年結婚。咁如果係單身嘅，有機會2026年脫單。點都係有一個好嘅事發生啊！咁即係所以頭先呢，就係話一個存在咗好耐嘅狀態就有機會改變。嗰個改變呢，比較會 cause 一啲 confusion 嘅。咁所以如果係咁嘅話呢，2026年呢，你將會清晰咗噶啦，嗰啲嘢，即係將會有一啲定案嘅出現啦。咁如果係工作方面，即係愛情方面就係有機會再進一步啦。即係或者係如果曖昧期嘅，即係可能有曖昧嘅狀態，可能曖昧咗好長時間。咁跟住呢，你就會喺2026年可能會清晰翻，可能真係會一齊咁樣嘅狀態。咁如果喺工作方面呢，我都覺得呢一組嘅朋友係有好運嘅。即係如果喺而家嘅狀態，你覺得好 confused 好多嘢，2026年你會定落嚟，你會有一啲合作嘅關係，有收到 offer letter， 收到即係學校嘅話收到 offer letter， 或者總之所有嘢呢，就係收到一啲比較可以安定落嚟嘅一啲消息啦，咁樣咯，或者一啲合作方面嘅一啲消息，亦都係有好運嘅，因為呢一度有張四葉草。所以呢一個合作，即係你嚟緊嘅 partnership 合作或者係戀愛關係，都可以帶嚟好運嘅。唔錯唔錯。好，跟住呢，睇埋塔羅牌先。5號揀藍晶石嘅朋友，2026年。哇！好多人出現啊，好多人，3張都係人同埋人。我諗呢，有機會呢，就係你會唔會有啲選擇困難啊？會唔會有太多人出現俾你揀啊？咁但係我呢度見到就係你會揀得定噶啦，其實會揀得定嘅2026，因為有個逆位咗。我覺得如果真係有2個人出現俾你揀呢，可能你會揀呢個，即係呢個係你啦，可能咁你可能會揀呢個，唔會揀呢個。我形容下佢哋嘅特性，呢個呢就係比較穩定啲嘅人嚟嘅，年紀大啲，穩定啲，跟住事業有成。呢個呢就比較衝動啲，火象星座有機會係，或者佢星盤好多火象，比較冇太穩陣，但係佢好熱情咁樣咯。咁一個就比較穩定啲，我覺得揀呢個比較好啦。當然係，因為呢個可能帶俾你好多問題。咁但係我覺得你會揀得啱嘅，因為我睇翻你後邊嗰啲牌呢。我就覺得會 OK， 但我覺得呢一組朋友呢，通常都係發生一啲愛情嘅事件多過工作嘅，其實咁但係如果真係工作嗰方面嘅話呢，咁2026年呢，你都會可能升一個呢都唔出奇，可能會升職都唔出奇。即係如果你本身係呢一個狀態嘅話，可能你可以升到去呢一個狀態，即係由騎士升去國王都有可能。好多可能性啊，唔知，即係呢個亦都可能係你嘅老闆咁樣啦，即係亦都可能係你嘅老闆，跟住同你好夾咁樣咯，同一個元素，兩個見唔到，兩個都係錢幣，兩個都係 gift，同一個元素，所以可能即係同你好夾咯。但我覺得
都似係你自己升職嘅，即係升係一個元素，跟住呢個係你老闆。anyway 啦，咁總之就係工作上面2026年會有好運嘅，愛情方面2026年都會有好運。總之就係5號嘅朋友呢，恭喜你哋2026年你哋係會比起而家會更上一層樓嘅，就係咁樣啦。咁跟住呢，我哋睇下啲乜嘢嘅建議。俾5號朋友嘅建議。果然係有啲心大心細嘅情況，都係真係有啲叫你要平衡得好啲嘅情況。嗱，你睇下呢兩張牌嘅嗰個意象啦。嗱，你睇下佢隻手呢，呢一度，佢見唔見到佢揸住兩個禮物啊？佢揸住兩個禮物喺度平衡緊兩個禮物，跟住呢一個佢嘅手呢，又係揸住兩個鐘，見唔見到啊？喺度融合緊咁樣。咁其實如果以建議嚟講啦，呢一組嘅朋友其實應該要喺生活方面呢，其實要平衡得好啲，因為我驚你2026年會有啲嘢會失衡。健康方面啦，資源方面啦，所有嘅嘢你都要去平衡得好啲，真係要去 take care of 呢一樣嘢。同埋嘗試下望下身邊有一啲唔同嘅資源，去運用一下唔同嘅資源，可能有貴人啦，可能有一啲事業有成有錢嘅人可以出現幫到你呢一啲嘢啦，可能實質上面幫助，我覺得就唔似淨係俾 advice 嘅，我覺得似係一啲實質上面嘅幫助嚟嘅。咁所以其實 overall 呢，2026年五號嘅朋友都係幾好嘅，咁只不過要留意下，我驚你會太 overwhelm， 咁所以係啦，即係太 overwhelm 就我覺得就辛苦啲，要平衡咯。呢一組嘅朋友，即係工作同埋健康嘅平衡啦，愛情同工作嘅平衡啦，兩份工嘅平衡啦，兩個人嘅平衡啦，家庭同埋工作嘅平衡啦。總之某一樣嘢同另外一樣嘢嘅平衡，甚至乎平衡得好呢，甚至乎可以去試下作出一個融合。雖然我覺得錢幣二係融合唔到嘅，嗰兩樣嘢冇得夾埋一齊，但係因為中間有張節制牌啊，咁所以可以嘗試下去融合睇得唔得咯，融合唔到咪算咯，係咯。咁總之就係好好善用資源啦。5號嘅朋友 OK 好，咁今次呢一個真係超級短嘅 reading 啊。咁如果中意我 channel 就 CLSS， 咁如果唔中意都 CLSS 啦。然之後想買呢個東西，買呢啲產品，同埋如果要揾我做個人占卜或者學塔羅咁樣都可以睇我網站嗰度。好，下次再見，拜拜。Hello， 6號嘅朋友，最後一組啦嚟到，咁你哋揀嘅呢係呢一個貓貓嘅能量飾品紫水晶，想買嘅話可以去我網站，咁呢個可以俾你哋許願嘅。好，咁就首先睇下你哋最近嘅狀況啦，近排嘅狀況點樣？6號嘅朋友，我喉嚨開始有啲呢。有啲乾，我飲啖水先，因為實在我拍咗好耐啊。好，6號嘅朋友最近嘅狀況，ring 戒指，狐狸，唉，小心，真係我每一個牌組都抽到啲咁樣嘅牌。嗱，小心一啲乜嘢呢？就係譬如啦，如果你最近有一啲契約，
各方面嘅嘢，即係例如可能同人合作緊嘅，或者係你哋本身係一個婚姻關係裏邊嘅，即係總之係合作嘅模式啦。不論係同你哋嘅伴侶合作，定係同你哋嘅工作上面嘅 partner 合作，咁我覺得可能呢，係比較 tricky 一啲嘅，即係可能呢一個合作關係呢，雖然長久啦，既長久，但係亦都比較 tricky，即係可能遇到一啲高智商嘅 tricky 嘅人啊，即係可能佢比較聰明，佢會容易啲有一啲嘢可以呃到你嘅。咁我覺得呢樣嘢要超級小心，因為呢度係有咁樣嘅能量，即係可能呢一個 contract 或者呢一個 partnership 呢，唔係太過你想象中或者表面上睇到咁 peaceful 嘅，即係有可能係有一啲欺騙嘅情況啦，或者可能有啲小人咁樣咯。總之近排可能係有啲咁樣嘅事。不過呢，我覺得呢一樣嘢比較暗底乸咁樣咯，即係唔知你會唔會係已經發現得到。即係如果你發現唔到呢，咁可能你就會覺得對應唔到，但係可能其實係有嘅。即係我諗你哋睇嘅就係你哋最近你哋係咪有個 partnership 咯？係咪同人有 partnership 有合作嘅關係，而有契約嘅？例如結婚。例如工作上面嘅合作關係，例如你打工嘅都可以係一個咁嘅關係，即係點解我咁講呢？因為你簽僱傭合約嗰啲噶嘛，係咪？咁都係一個合作關係，即係同僱主嘅合作關係咁樣咯。即係你睇下係咪有啲咁樣嘅嘢？咁中間可能有啲人比較奸啲啊。表面上冇嘢噶，表面上因為佢好識掩飾啊，狐狸佢好識得去聲東擊西，佢好識得去掩飾，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可能最近你要小心一啲，會唔會已經發生咗，或者係你未發現嘅？好，咁如果呢一度呢中到你驗證部分，如果中到你都有7-8成咁樣呢，或者你係真係有個合作關係或者點，你可以試下繼續聽落去睇下會唔會可以都中到你。因為其實合作關係呢，今日呢一個占卜呢，我係發覺好多組都有嘅，咁所以我唔係好知道究竟呢一樣嘢對唔對應到你，即係第一個部分。咁你可以，如果你覺得其他組呢有啲水晶石，有啲呢啲石吸引到你呢，其實你可以去聽埋，好短嘅就我每一組都。好，跟住2026年6號嘅朋友將會迎嚟啲乜嘢嘅轉變？有張牌好想彈出嚟嘅，人嚟嘅呢一個，有個男人，一個點樣嘅男人？一個好識得 social 嘅男人，或者喺社交場合識嘅一個男人。一個可能係你老闆，可能係一啲屬於你老闆啦，或者係一啲工作上面嘅一啲俾到你。哇！呢度又有一張狐狸嘅，救命啦！咁就係啦，即係可能喺工作上面佢可以可能係你老闆啦，或者工作上面同你合作嘅一個伙伴啦。總之呢一個人呢，佢應該會喺你2026年呢係擔當一個重要角色，係佔咗你2026年都一個幾大部分嘅一個人嚟嘅。即係可能你2026年遇到嘅問題，所有嘅嘢可能都同呢一個人有關係嘅。咁但係呢一個人呢，佢係一個好似好穩定嘅一個人啦，即係年紀唔係話好細。咁佢有一啲，即係可能佢有佢嘅資產，或者佢有佢嘅一啲權力嘅一個人嚟嘅。好，我哋睇埋塔羅。6號嘅朋友2026年即將迎嚟乜嘢轉變？6號嘅朋友即將迎嚟乜嘢轉變？錢幣10，恭喜你哋先。咁呢，有機會就係賺大錢，擁有好多資源，或者成家立室，或者入大公司做。又係一張10號牌啊！呢個係權杖10，可能有一啲嘅責任可以放低啦，即係或者慢慢意識到啊，你喺2026年意識到原來有啲責任呢，你唔需要咁上心嘅。
哇，聖貝兒，即係可能你會喺2026年進入一段關係，呢一段關係可能係可以有一個好好嘅 relationship，可能係可以去到結婚啊，組織家庭啊咁樣咯。咁而亦都，我覺得你仍然會有負擔咯，但係可能個責任啊、負擔啊嗰啲呢，喺2026年會慢慢冇咁重啊。可能你個 partner 係可以幫到你，可能佢夠聰明啦，係嘛？可能係夠聰明，佢可以幫到你，同埋都可能比較肯付出。咁我諗都係啦，愛情方面就係咁樣咯。咁如果工作嗰方面呢，我唔知你哋會對應到係工作定愛情嗰方面啦。咁如果對應到工作嗰方面嘅話呢，2026年你可能會繼續喺一間大公司度做，又或者你將會進入一間大公司度做。咁不過你手頭上面嘅責任呢，係稍為可以放鬆少少，但係都係好 workload 好重嘅。但係稍為可能可以放鬆少少。咁而你同你啲同事啊，或者同你上司啦，或者同你啲阿姐啦嘅關係，或者同老闆啦嘅關係呢，可以有一個好平衡嘅，即係大家唔會話佢唔會擺個老細款出嚟咁樣咯，唔會擺個上司款出嚟咁樣咯。即係你同佢都係有商有量嘅，好多嘢都咁。所以其實2026年我覺得整體嚟講呢係好過你2025年嘅。其實好，咁跟住呢，睇下有啲乜嘢建議，宇宙有咩建議俾6號嘅朋友喺2026年。建議好，第一張係 The Moon 逆嘅，跟住係戰車逆，King of Candles 逆，呢個底呢一個位係錢幣8逆。好，咁如果呢，宇宙俾你嘅建議啦，喺2026年，咁如果係愛情嗰方面啦，或者工作其實都係嘅，即係可以一齊去講。首先呢，就係可能我覺得2026年發生嘅事呢，其實都有機會幾影響到你本身個情緒嘅，即係可能同埋可能你本身呢比較負責任啊，即係你係一個可能對好多嘢都會好上心、好負責嘅一個人。咁但係喺2026年，其實真係可以去放鬆一啲，就有啲嘢係可能未必關你事呢。咁你就唔使話負太多嘅責任，你可以放低一啲可能有啲人係母性太強啊，即係可能照顧屋企啊嗰啲，但係其實有啲位有啲責任係可以俾人哋做，唔係一定要自己乜都做晒。咁呢一樣嘢都可以去放鬆啲嘅喺2026年。呢個係宇宙建議啊，即係叫你要放鬆啲。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因為你而家呢，你係權杖10嘅逆位嘛，咁權杖10呢，其實本身佢都係揸住好多責任喺身啦，壓到佢唞唔到氣，係咪？咁但係佢逆咗，即係話你都稍微會放鬆啲。咁但係其實宇宙建議呢度佢叫你呢會再放鬆啲，即係你可以放低自己嘅武裝啦，可以放低一啲你覺得辛苦嘅話，其實你可以放低嘅，有好多嘢係唔需要去咁負責任，乜嘢都做晒。同埋如果有一啲目標你覺得一路衝，你覺得原來係錯嘅時候呢，其實你可以改變，你唔一定要堅持到底嘅。其實你可以喺中途你覺得唔啱嘅就放棄咯。有時放棄係比起堅持難嘅，真係放棄比堅持難啊！即係我完全係一個過來人啊，答到你。放棄就代表住你之前嘅嗰啲新 cost 係咪？嗰啲沉沒成本啊，咁就冇得攞翻噶啦嘛。咁所以你會覺得放棄比堅持更加難咯。係啦，但係呢度就提醒你，2026年如果你真係要有啲嘢需要放棄呢，就放棄啦咁樣咯。咁同埋可能照顧一下自己嘅情緒咯。我覺得呢度都有啲水元素嘅牌，可能照顧下自己嘅情緒都係緊要嘅喺2026年。OK， 好，咁呢一個呢就俾6號嘅 short reading， 超級 short reading。咁如果有需要買產品，揾我做 personal reading 同埋學塔羅呢一啲啦，咁你哋都可以
喺我嘅網站嗰度就乜都見到晒噶啦，所有嘢都喺晒嗰度噶啦。好，咁就 CLSS 我嘅 channel 啦，下次再見啦，拜拜。